做工的爸母，作者高家辉。本正我只是单纯想要培养写台语文的样语，结果煞互我指导的第三个学生的故事感动着。我指导的即个学生是一个坚强的查某囡仔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我甲讲，要写台语诗进前，爱想一个主题，嘛爱有一定的内容。伊就写讲，伊的阿爸是做工的，透早无闲到下暗，伊的阿母做因阿爸的助理，就是一直接工课做。有时阿叔嘛会去甲阿爸直接一寡石头加趁寡钱。一般来讲，伫困苦中大汉的囡仔会较捌代志。伊生做学甜仔学甜，做代志认真搁认真，是一个会当互老师学乐的囡仔。伊搁讲因兜是阿嬷煮饭互因食，伊拢看在眼内，是大人无用试试，就是要互因过搁较好的生活。伊讲伊会认真读册，大汉以后要找一个好头路来报答爸母。做一个老师听学生安尼讲，实在有够感动的。我就是看到伊对台语有兴趣，才想讲要培养伊的兴趣。想袂到，煞听到一个使人甘心的故事。老师希望你会当继续拍拼，伫你的舞台顶有家己的成就，加油！